所来关心国内消息，咱台湾的囡仔确诊这个重症案例后，真侪家长拢真烦恼，就是讲这个比例比欧美较悬。针对这点，台中有一间中医啊，这个针对台湾的儿童有设计出小儿预防新冠病毒中药的配方。这个院长陈英丽就表示讲啊，伊分析儿童确诊的个案以补气为主，兼顾胃肠，减少确诊的时呢，发烧去影响到脑部。 台湾囡仔确诊重症，互真侪家长怀疑，现在会比欧美更侪人。对这件代志，中西医学博士陈永利讲，分析儿童确诊案例，差不多拢是温热热症，和台湾海岛型湿热天气有关系。在湿热的身体如果遇到一些感染源，它放大，它整个所谓的风暴起来的时候，烧如果没有控制好，免疫系统没有正确，就会烧到40甚至41度了。 陈永利嘛特别针对囡仔贴预防新冠中药配方，用黄芪、冬参和红枣补中气，麦门冬和枇杷叶消体内热，陈皮、莲子和淮山养胃健脾。要先退热，让它的热本身湿热体质就尽量少一点。中医师强调，新冠抗毒和预防药方基本较温和，袂刺激，嘛提醒食的人耐心问过医生，才当用药安全，才安心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